来8月15中秋暝。月圆人团圆，虽然才来复困一天，无法度返去厝内底看咱的厝内人，但是电话真方便，会当打电话返去报平安。8月15中秋暝，是咱难忘的日子。甲你相识迄一年，3年前的中秋暝，标明着你的过去爱情不如意，感动着我的心意，将你当作伴侣，转眼来消失，纯情的男儿，予你来创治，叫我怎袂心伤悲？是啦，我这纯情的男儿，予你来创治。我知影，你无收到月饼啊？不过不是我来创治哦，是狂龙哦。人拄要送啊咧。我若无食到。歌姬无送呀。8月15中秋暝，是咱怀念的日子，甲你分开迄一年，中秋夜的月光。表明着阮的心意，甲你加联系，你也来对阮提起将来的代志。转眼间像一出戏，你也已经来消失，只有留着你送我的相片，一直陪伴阮身边。谢谢大家喽！可乐已经鼓掌声喽！龙小也谢谢喽，文大哥更谢谢喽。8月15中秋暝，是咱难忘的日子，甲你相识迄一年，3年前的中秋暝，表明着你的过去爱情不如意。感动着我的心意，将你当作伴侣，转眼间像一出戏，你也已经来消失。纯情的男儿，予你来创治，叫我怎袂心伤悲？中秋暝，感谢。真场失败人，我感觉毋捌听过咧。哎，阮是成功啦！感谢大家，感谢对面。